两个挑下的样片，会用做谱来学习，加贵切润的代数。由于早安腔变调丰富，接下来会在汉字下方标示本调拼音。若在讲的时候需要变调，就会在变调的汉字上方标示变调拼音，以帮助大家掌握实际运用的声调哦。您这期的水费是95元，现入去的费钱是95块。现入去的费钱是95块。您现这期的入去的水费是费钱是95元95块。95块。您这期的水费是95元，现入去的费钱是95块。现入去的费钱是95块。您是要用现金或是信用卡缴？现是投入现金，也是信用卡纳？现是投入现金，也是信用卡纳？您是要用现是投入现金或是也是信用卡。现在我们要来整句练习一次哦。您是要用现金或是信用卡缴？现是投入现金，也是信用卡纳？现是投入现金，也是信用卡纳？下一次要记得在时间内缴哦。后一回记得爱，但时间内那无？后一回记得爱，但时间内那无？下次后一回要记得记得爱，在时间内，但时间内缴纳。现在我们要把句子再重新念一次哦。下一次要记得在时间内缴哦。后一回记得爱，但时间内那无？后一回记得爱，但时间内那无？您可以办理自动扣款，现不用凭出通扣钱，现不用凭出通扣钱，可以不用办理凭自动扣款，出通扣钱。现在我们要整句练习一次哦。您可以办理自动扣款，现不用凭出通扣钱，现不用凭出通扣钱。好，你们所有的贵姓拢够呛啊！大家正开的时，爱多听多讲哦，因长为进步，加油哦！